南府店们卖的是桂圆、红烧了么衣裳店了么挂帽了么包挂裙套，绣花店挂的是么洗衣神包，香气店琵琶衣子都挂小了。二毛思想通了嘞，我大毛不通啊。二毛的三轮锤，来欧帮好的，早会也好的。我大毛个提的爹，来欧帮好看，早会不好看。我吃啥去？我喝西北风去。大毛师傅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啊！我们你都玩得起，好好的，好不好？哎，真金不比菩萨，就来搿搭的，旧社会走啥过坡道理，新社会还要走啥过坡道理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大毛师傅，看得出，你跟这些老哥哥呢关系呢都蛮好的啊，感情都蛮深的，出去夜嘛，大家呢都是睡不得你，1000个睡不得，10000个睡不得，这睡不得了，对的。我啊睡不得他们的。大毛师傅啊，你是晓得的，我还是光的。落地毛山里，你们阿伯64年来都来我帮到摩尔开天地的个辰光了，我就是他个老祖宗的。你们阿伯呢最喜欢听我说大书，夜夜听。后来呢，你结拜的了，我还是你个常客。我还大不就给我随着你走呢。话语你要说回来的嘞，种动物工人啦，你还是晓得的，是个大项目，要疏通河道，要修建脚步的桥梁，我要建设中华大马路，要买铁路过啊，我要建造污水处理厂，要造绿化带，要拆迁旧房子啊，30万平方嘞，实际人口2万。大多个工人了，哪个行的人是不高兴的？或许，高兴，我也高兴。就是我手里这把剃头刀，他不高兴啊。对，拆旧房子是新房子，总归是好事体。我看看哪里个朝代想营造这个，把老百姓造介许多房子呢？啊？人民政府啊！样样为人民着想的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看起来大家都是蛮通情达理的。就是我多么不通情达理的。大毛，你这句说话你又说错的嘞。啥子？来，搿么你听牢，我你想了个办法。我们呢尽量来到城里的呢，把你物色一个体面旧房子，不叫你个体力铺呢迁到逃回去。好，好劲，考得了，有劲。这边高头怪乌龟硬胖啊！不过你也晓得的，搿么这个年代了，要来到城里头来请一个体面房子了，有多少难了？大家都要做生意，都来得抢体面房子。搿倒是。
这个是年他把个分儿，还是接到了个意见。小毛，告诉你，我们街道里了，为了那个体力店了，已经开了3次会的嘞。而且呢，这个意见呢，已经报到区里的分支会部了，要求区里的人帮我们接到了培育技能。哎，大爸，我家家呢？哎，好，呀，哎，你毛大有岁了，事业一出了，实实在在我老夫人。哦，原来我话到是哪个来的嘞？原来是我们个赵姑奶奶来的。来。哎，你别混得可吵，我要进去来的。哎呀，进来再说。嘿，我是来问你的。房子个事体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放心啦，哦哟，你保卫于点，房子也卫于点。喏，我不是问你发工资的嘛？啊。哎呀。哎，你提供干粮，拿窗帘做啥了？哎呀，你来的刚刚是这个时光了，我们2个人去开朵西洋镜儿，带你别带你个事体，来。那还得去啊！哎，你好看的嘿，你好看的嘿，来，你跪了！哦。哎，阿娟，阿娟，你个丫头配！阿娟，你这个姑娘太老派了，我好改变你的。来。你个丫头配，想改变我，我还想改变你嘞！我先把你打清爽。阿娟，我是真的呼吸你的，阿娟。小玉，你这个老头他气死了。阿娟，你听过我们？你给我死开点！开这个倒霉鬼啊！哎呀，阿跟大家。哎呀，大毛叔啊，你总说来的嘞。我黄奶奶呢？他来里的。哦，他一个老早就来去管你的嘞。啊，好，理解。黄奶奶，跟着好点的啊。大毛叔来的。我来。大毛叔啊，我想死你的。我也没想你啊，阿跟大家，做个温吞治疗。好的。那个体力的，肯把我打的，真发哇好，家发哇好，我养起这个发啦好，看到我花奶奶一进门。
他这里里程都10吧，上头我为了他们个风水。是啊，玉玉露，下雨下路。我豆毛啊，阿香爷他们这个广泽佛萨、文泽佛萨，还能成几张多钞票嘞。我就是太笨，要改业，也不会。我是媳妇媳妇，对不得你们才7分岁，大毛子啊！哎呀，黄奶奶，对于你们这帮家家奶奶啊，还相信我豆毛这里这把剃的一刀。你放心，我豆毛啊，就是分到第一级别，还会每个月来看你们的。哎呀，你个家长，我个家人，不必当的。哦，黄奶奶，我让二毛啊，这不3轮锤说我嘞。你放心，我这个忘记你们这帮家家奶奶的。哦，黄奶奶，你这啥？喂，节衣庆彩，去二毛。小天，你这个10月的，我等了你半天，你都没来啦？我忙了，忙得连退气的辰光都没得嘞。刚好再加一罐。那。哎，你到底做啥工作？保密单位啊？保密倒不保密了。来动交通运输部分工作。好工作。哎，我们就到太阳底下谈啊。我们到那边去好不好？哎。一个能源，一个交通，是国家优先合作的产业部门。你文化蛮高的嘛。我阿爸语文的，是教人。我嘛，不读高中毕业。你呢？我。都比你没水到一点，文化程度嘛，小也没毕业。哎呦，我假说生的。这月饼。我们上去走一次好不好？别。咋了？上哪去？咋了？上来。你这个人倒蛮幽默的，幽默是男人家背头的美嘞，你晓不晓得啦？晓得呀。我文化没你高，品头有时光也不大好的，我要说脏话的。幽默的。我干嘛？我就老实话。洗耳恭听。其实呢，我本来从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的。你自己说的。胡小姐。我就老实话，你不要喊得着了。我不知道。我是过去。说了去。一个大哥，打了整整8年的了。这部车子就是我的，我发家不能的，像我这个人一样。干嘛你还打的？实际上我老早就晓得的。晓得了。他经理告诉我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人蛮好的，真的肯帮助人，人好是顶要紧的。也亏我点了啊。实际上这有啥啦？你确实来动交通运输部门嘛？不过我有个想法。你我。你那1年里向最好tìm个正式的工作。对，外贸公司、公安局、开发公司、海国电视台。我没搞过要求，你不要胡问嘛。吴佳佳，我懂你问，大二哥听是难听的，但是钞票多呀。钞票多，我不用，我只怕舆论。我班里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，去年加了个海军上尉。我还有个同学，班里向最难看的嘞，绰号叫包一通儿，上个月跟工商银行一个会计结婚的。你不要急嘛，
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哎，你们屋里向还有啥个人？我们老张妹的，就是阿哥、阿嫂，还有个5岁的侄儿。你让他们等得到啊？主要我自己等，他们还做没来的。他们来嘛，我怎么好意思给他们，对不对？可当然了。所以就等了一道的。他们来趟不用，我阿哥就搞得有毛病的。就是那种脸上不稳的毛病。你这个人挺个幽默的。哎，你啥辰光带我去认识认识了？啊？哎，这个套不同意啊？哎，白老师啊，娃语啊，不是啥个祸事。这个套怪你呢。当然了，他有些呢，来动起儿子辛苦个苦的，不过他说唱过来的，我呢，就好像是又把他吃了一药的，他这个我吃得消呢。白老师啊，我有2句话语，不晓得你听不听得进去。好奶奶，你说我好的。我的第1句话语啊，鸳鸯胖大不散，不是鸳鸯硬劲也不拢，而且一看不中，表面强。我这个做媒人的不会有啥话语。我这个第2句话语呢，大巧这个人啊，我晓得的。忠爱耶，好人哎，比方说男教人，情女教人，饭碗归哪个洗，衣裳归哪个汏，棉花毯归哪个晒，上班落班，连在夜里向都要各忙各的，屋里向个东西没有人收拾，乱七八糟，邋里邋遢。不像那人家文化第一是个事实，一到夜里呀，把你烧我点心吃吃，冷得里面容易衣裳披披，搿辰光你心里呀多少有味道呢啊？味道。哎，对不对呀？有道理啊。对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寻人启事：唐阿巧，女，54岁，杭州人，中等身材，剪短发。望知情者速告晋江派出所，电话25848面头。出来的！快点睡，快点睡，弄到我们慌兮兮的。哎，别，搿种人闹着了，我就是要搿种人当保姆了，哎，不要紧的，来，哎，二妈，你咋上眼锅了啊？孩子。今朝运气蛮好嘞，我介绍了9个客人了，哎，2句要18块嘞。二妈，你是啥啦？哎，都不是改过。他们要来开房子的。来开好的了。打包回去啦。你好。这位啊，师傅，来。来，二嫂帮我吹，快点儿！快点儿啊！啊！
就用这个皮的，你，这才子，我是得了，毛病。你好，你个谁呀？这个不大喝掉的嘞你真好笑的你。哦哟，你这个女人是阿哥，阿哥。预备进到。我帮你倒饭去。啊，做的。我已经来到外头去了，我皮儿做的。哦，对毛电视高头播过军人启事的。啊。小姐，你伢来送我去呀？没。我来到省市加个气。我晓得，你做的这个事情，都是为了我好。但是阿雪，你这个事情都没弄清爽，你伤了阿乔的心啊，你懂不懂？小姐，你不是我要把他从儿子屋里向赶谁去了？哎，好的，不要哭的，你呀，真当这个样儿啦。好的，你从小家了，就莫怕你哭的。要是我的阿雪，高兴的哇啦哇啦叫的你，天天的心里就冒舒服的。吃饭啊香呢，困觉你也困了毛好的。嘎头好不好？明早你同爹爹一道去新家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是你叫青蛙？哎，是，我叫叶秋雨了。啊。你是蛮漂亮的呗？我马上就要出差去的，你咋要去啊？哦，你妈记了，这个跑上脾气，同他太太话语了，噼里啪啦的。听说你也是卧沙宾馆公主嘛，所以我来见见你了。可请你抓紧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好的。你同你妈记我，房子呢总归好想办法的。哎，一次碰壁说啥话的？哎，老子上次不那么搞弄作废误开了，碰壁14位了，第15位你我这个他，哎，照样拿饭。哎，我老实心哈，不心累。对不起啊。这一次解密啊，我都要帮你透露点内部情况。哟，好的。洗耳恭听，我用白毛洗的劲啊，惊喜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阿去离开你啊，主要不是因为房子的问题。哦，这是为啥话的？人品问题。人品？啊，我也没被他这个套路。我是愚民的做好事做业务哎，那帮了人家办了多少好事？那煤气、房子、户口、过月药、买处理品、农车厂家，哎，老子啊，嘿嘿，路路通。哟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人家都这个来教我的。哎，你想啥好的？问题大概就出了个路路通高的。啊，路路通有这个不好了，干嘛这个字面高的？混天混地的，没关系，你我在那吃。那早上得买菜，热店里要有关系；回来烧饭，煤气锅要有关系；开病假条了，医院里要有关系；即使烧了干净点了，护装厂里的还要有关系了；伢儿得事，进药要有关系；说了难听点了，
买只不漏水的抽水马桶啦，还要有关系嘞。有道理。哎，你们阿几个脑子啦，脑子里都快要生老茧的了。人再见人，再见父嘛。好哦，不瞒你说了，我15年前了，我还是个农民孤儿嘞，挑粪种菜，我是一步一步做路道做出来的。进城集体单位、全民单位，工资调节、房子啊，没有这套8级做工的技术了，我还没人了，哪里会有更早？现在啥东西的，就是对娘妹是不是啊？哎，对，好。哎，只要你出力，帮我同你们阿几个忙啦，我啦背了亏待你的。那，我帮你弄个空调嘞，全气最高的出来的，进口货，8成新了，交了500-600块，你晓得，绝对便宜。这倒蛮合算的，一套房子外加1位1台空调器，等于调一个新娘子，是不是？不要送我阿几不欣赏这个路通，就是把你看成新潮开放的好我，也不欣赏，相当不欣赏。为啥？我也相信生活当中的成功离不开关系，没朋友帮忙，没事体也就是害死。不过嘛，道理蛮清爽的嘞，为啥个不过呢？有一条你一定要晓得，鲤鱼跳龙门要靠跳，归根到底靠自己的力道。靠自己那是才来得起一点本领。如果你不想通过关系，想来龙门底下要个头坐过去、混过去，这个是你去，去可还是蛮急的。分几句了都个得，我们哈家姊妹都不欣赏。何必做龙呢？做光种儿也蛮好，做龙嘛切咧咧了，做种儿倒饭白胖胖。哎，阿福兄弟。到飞机上都可以来的。姐姐，你的责任。不过这条白白胖胖的虫儿表示苍蝇生个体重就好。好，我们还有意见。哎，弄啥话的？这些的。骂我是驱动。哎，我就是要做驱动，做苍蝇，看那个我的下意。白眼了。